云林古坑是台湾咖啡的故乡，刘玉腾正在为刚完成第3期采收的咖啡树进行枝叶整理，好让下一次结果能够拥有充足的养分。我的话等于是咖啡的第3代了，因为我爷爷、我爸爸都接触咖啡，也种植咖啡。那所以我们这些对咖啡来讲，其实咖啡是看着我们长大的。咖啡在台湾生根得追溯到半个世纪前，日本政府引进试种，意外发现古坑品质最好，成为当时献给日本天皇的贡品。时至今日，古坑的荷包山上仍留有20万棵咖啡树。全世界的地图拿来看，在咖啡的赤道，就是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的23.5度，南回跟北回中间这一条，对。整个所有全世界的那个咖啡产地都在这一条里面，所以台湾也在里面。好的咖啡要能品尝出苦、酸、甘、醇、香5种滋味，而这种迷人的口感，除了来自土地的滋养，过去还有高个儿相助，避免日晒过度。他当初在种咖啡的时候，就是有油桐花，油桐花就是当它的遮阴树。以油桐花最南部的地区就是在云林。咖啡的烘焙工序得有十足的耐心，泡水12小时，发酵、日晒、储存，层层把关，才能在2公吨的咖啡果实里烘焙出350公斤咖啡豆，让客人享受纯粹的咖啡香。吃饱吗？吃饱嘞。都啉咖啡哦。那问你吃过饭了吗？吃饱吗？吃饱嘞，我吃饱了。饭后就可以来杯咖啡了。对，来一杯香醇的咖啡。浓郁的香气挑动了味蕾，让人感受到咖啡自己说的话。吃饱嘛，吃饱嘞。吃饱嘛，吃饱嘞。